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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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不是，你安尼敢若咧倒车咧？不是，哎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来到这个所在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摕宝藏就是轻轻松松，亲像跳舞在未来就好啊。内面有带一个石门神，今麦咱就拜托石门神开门，咱就会当去摕宝藏。你敢有想要摕宝藏啊？咩？石门神，请开门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拍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，探险队长。你今仔日带着这个小朋友来到神殿，同款要来摕宝藏金箍箍，对不对？啊，恁奈特别拢穿同款的衫裤，啊一点仔哦拢袂湿拍呢？喂，这是阮兜上好看的衫裤啊！你敢要安怎？哦，恁兜上好看。不要紧啦，每一个人的风格无同款。小朋友，石门神来问你一个问题：你今仔日若是想要去啉喜酒的时阵，请问恁会穿啥物风格的衫裤？什么风格的衫裤？我会穿洋装，洋装。我会穿白色的长裙，白色的长裙哦，足水的哦。我会穿烟斗的西装，烟斗的西装嘛足色歹哦。我会穿粉红色的长裙，粉红色的长裙，我无要穿。我袂穿衫啦。哦，大家人的风格穿起来一定无共款。那安尼，恁的台语一定讲甲真标准。今麦提出恁的精神，也够困难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超stra红水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奇怪，较早智慧之神拢会坐伫遐，小朋友来这个所在，我会记进前智慧之神拢会坐伫遮，今仔日哪无看的人啊？嘿，是你伫咧倒位啊？上水的伫遮啦！嘿，是你是去刮掉是无？什么去刮掉？你还我咧叫小朋友来当者，小朋友我咧当者，来啊，无咱做行一届好无？看卖啊！维养输哦，袂用输哦，好啦，一、两、三，开始行。行。好啦，别打啦！我甲你讲，我这首我感觉我是当下上流行的，而且我这首哦已经流行几多千年啊！参像你参加喜酒，就要像我穿这套，金闪闪。嘿，绝对比新娘搁较水。有可能要定做一套。安尼新娘的身体，哦，安尼新娘还生气，对啦，袂使比新娘较水。真的。今仔日就是可能甲清茶有关系，有信心无？加油哦！准备接招，迎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恁平常时啊，厝内面的衫拢是买便的吗？还是有请迄落裁缝师去甲恁定做的？无。无，以早的年代吼，
厝内面哦，毋管是囡仔，还是讲爸爸要做事的工课的衫，拢是妈妈咧做的，就是用裁缝车安尼豆豆撸，甲一领衫拢撸出来。啊，即摆拢买变的啊，甲以前就真无共款。啊，即摆就是要来考甲衫有关系的物件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哎呦，准备这招新来噶！看头前啊！来哦，吹落啊！哎呦，接到。无啊！哎，无啊，真好。啊，这位嘿，灯口，灯裤，水哦。啊，差一撮，赶紧免扣，免扣。看好面哦。地裤，底裤对，底裤。嘿，灯也是底棍，底棍对啦。哦，你看底讲长，我目惊到。西装，水西装。来啊！过头。嘿，西白啊，西边水哦。滚！啊，过头啊，差一组啊，加油！口，啥物裤？乌哦，鸡口，啊唔对，有裤。嘿，啊，差一点啊，加油！围巾，围巾对。好，哎呦，外套，袜套对。来哦，加油哦，够时间吼。牛装，牛装。哦，直接用身躯接，哦，目睭酸。来，穿个咱身躯上内面的迄领。内裤，对。白啊，嘿，真好，真好。哦，真好食。碰沙山，碰顶过来，碰。碰山，好，来个喷落。内卡，你给我讲一下。内卡，唔对，来家。加油哦！时间特别到咯。记号，唔是，搁一个。字唔是字，是啥？好，谢，甲喷起。制服，差一组啊尔。围啥？围衫，围裙，围裙对。好，啊，这位哎呀，无啊，时间到。咱来看卖讲，头先有倒位有小可家无讲好。哦，什么裤？咱哪色迄种裤？哪色的？有啊裤，有啊裤，有啊裤是啥题目？差一丝丝啊，差一字啊吼。有啊裤甲记起来，还佫有碰西衫，碰西衫，对，碰西衫，就是咱的用毛衣啦，毛衣就是碰西衫。还佫有制服，头先是查啥？制服，哦，制服是制服，嘿，念好准就好啊。啊，佫有一个内家，应该我无穿啦。是就是内衫嘛，内家，我阁无穿，恁较有穿。嘿，好，安尼即摆来看卖，恁到底钓几题？哦，拢总钓1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恭喜！真厉害咧！拄啊好过关哦，差一点无差一点啊摕到半箍啊。第一关险啊过，第二关我就唔知影哦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哦，即摆来请问咱的探险队长甲队员吼，恁敢知影什么款的服装也是穿插，较会当代表着咱台湾的感觉？想看卖啊是？我咧想你先讲一个。衬拖啊，厝内底一定要有衬拖啊。对，啊，搁有咱定穿出门的蓝白拖，嘿啊，对无？斯里巴、罗里啊，拢是攞去讲衬拖啊。啊，你有想到无？我有选哦，你想为吊嘎，
吊架，哎，真好咧，对啊。是哦。系啊，有真侪特色的服装，迄落我拢有算。哦，啊，即摆恁就要开始紧张哦，到底是要出什么款的题目？听好哦。好。要出的题目是，请讲出身躯顶的配件。配件哦，准备开始，现在个。我。你先讲，你开始。花莲。目镜。水，目镜有，真好。手指。手指。手环。手环有。鞋啊。后一个。手表啊。手表啊，算。来，继续。鞋啊。你拢是清气的，迄个配件无关呢。无惊嘿。头毛叶啊。头毛叶啊，哦，会用的，会用的。我讲这个真好，头毛叶啊。后一位。围巾。围巾对，围巾。手链甲手环好啦，算你对啦，算你对啦，我们袂遮严格啦。头毛裤啊。什么？头毛裤啊。裤啊？哦，裤啊。配大。无啊，讲实在，讲了袂歹。咱搁看卖个啥？配包啊。背包。个颔巾，颔巾就甲围巾差不多啊嘛吼。乌林的目镜，就墨镜。乌林的目镜，咱去海边啊，一定要甲挂起来啊。我看卖恁钓着几题？哇，钓着12题，真牛，会当摕到半个金箍箍。抓落来，恁只有甲我拍败，才有法度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我甲你讲，正代志无遮简单。好，莫讲实在废话。我人，切抓落来，我派出这2位同学来看卖，咱的题目就是讲出用布做的物件。用布做的物件，用布做的物件，准备好后，掀来个。外套。底裤。短裤。布的。很好。旗啊。内裤带。鞋子。滚。啊。换你啊。布棚。哦。底裙。快掉。换你啊。布的讲过啊。讲过啊。你较适合你家己啊。不是啊，你对我实在是太严格啊。底裙啊，底裤、长裤啊。长裙。长裙啊。对。哦，面皮。袜啊嘛是。皮单。头。其实拢是啊，就是讲我讲一寡较厉害的，你看布棚哦。啊，你著想济。你看布的。布棚有无？旗啊，布条啊，这听起来是毋是足歹的？好啦，无要紧，恁安连2关拢互恁赢去啊，所以你会当得到一个金箍箍。真牛！我感觉哦，我真正若是安尼搁输落，输甲脱裤这种感觉，袂用的。后一关绝对袂使恁过，准备接招，引来ka。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即摆哦，要带大家去桃园一间真特别的店，伊是咖啡厅，内面阁有生活百货，啊嘛是一间服装店。足特别的，就啥物拢有。啊，到底是啥物款？咱做伙来看，引来个。咦，奇怪，这是干妈店、文具店，还是生活百货啊？
足侪生活中会用到的物件，伫遮拢有呢。像阮的店吼内面拢有足侪二手的百货，拢是大家管来，拢足有爱心的。啊，遮的物件吼也是足好的物件，大家会当有搁再一摆的机会，啊，互人来报销。阿公阿嬷自细汉就教咱爱保惜，用袂到的物件唔通当做垃圾单掉哦。因为世界上阁有足侪需要这项物件的人。讲到保惜，您敢知影倒一句话甲保惜有关系呢？保惜有关系。保惜。咱听过买白色色红记记的讲法。后尾大车拼，听我白色色一定赢。这珍惜吼，就是一句话通我讲，一个钱拍24个角，所以吼叫咱爱珍惜金钱，唔通乌白开钱。所以吼，这个钱哦爱拍24个角，所以吼爱珍惜，爱好好啊保护。安尼恁知影无？哦，这是白色色的讲法，咱听过买啊红记记的。看我红记记，甲白色色电甲金细细。我甲恁讲啦，有一句话吼，叫做一粒米百粒汗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吼，咱的做事人非常辛苦的种植每一粒米，所以呢，咱食饭的时阵一定爱珍惜哦。安尼大家知无？哦，珍惜。啊，甲钱爱拍足侪角的，足侪角的哦，钱爱顾好安尼。顾好，搁有珍惜。啊，恁感觉是倒一个的答案？红记红记记，捌听过一粒米百粒汗是无？对。是谁讲的？阿嬷。阿嬷。万年的阿嬷又搁出现咯。阿嬷较早是种田。种田的吗？敢有？阿公是啊，阿公是。阿公是哦。啊，你敢捌以早细汉有去田的行，还是讲去斗相共过？去斗相共。恁通做啥物代志啊？去遐斗相共的时阵？去遐控油。去遐控油，迄叫斗相共，迄叫斗食。斗食。去种番麦。种番麦哦。你跟我共款。哦，嘛是番麦。啊，恁敢有？还是恁是厝的拢伫起厝？你种做种哦。啊，有卖鸡排。卖鸡排。无啦。哦，所以无，毋捌去参悟过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你嘛是感觉是红记记的讲法。好，红记记的讲法。最后，给恁一个机会，恁要选择的是红记记。咁安尼。恁要选择的是红记记。咁安尼。对啦，保惜讲的就是爱珍惜，所以这真简单嘛。伊讲的迄句，你家己讲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一个钱拍24个角，就是讲哦，这个人哦，足当生的啦。当生的啦，这拢足唔甘开的哦。啊，你钓一亿，啊，叫你请一杯咖啡，你拢袂。伤当生，伤当生啊，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准备后一题哦。好。后一题醒来。这间店收到足侪人穿袂落的牛仔裤。经过设计师的手艺，一卡牛仔裤改的牌仔就做好啊！这哦实在伤厉害啊啦！护具衫裤全新的性命是这间店上专门的功夫哦。除了牌仔，搁通变西装、帽仔，嘛有真侪艺人在路来遮找宝。讲到裁缝，请问倒一个词甲裁缝有关系呢？好，倒一句话甲裁缝有关系，听好清楚哦。我甲恁讲哦，若是吼，咱常常咧补衫补裤，一定会讲到一句话，叫做洗芳。啊，这个洗呢，就是甲物件洗入去内底的意思。安尼大家敢知影？哦，洗入去内底。好，来听看觅啊，白色色的讲法。无好圆转来对唔对？正确的是叫做补天。补呢，就是吼修补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天哦，就是摕针甲线。甲这个布填起来，所以两个字甲合作伙叫做补天，就是补衫裤的意思。你敢有了解？听起来恁感觉是啥物人讲较对咧？白夏夏，白夏夏唔免讨论，你就感觉是白夏夏，是安怎是？补
讲着报这里报补衫裤裤，，伊嘛有可能伊是你家己。我敢若伫阮兜，嘿，有一摆阿嬷是阿妈个又去阿嬷啥是阮阿母有讲过，嘿，啊，但是我毋伫的。啊，阿记记讲的，我敢若无听过。对，红记记讲的捌听过啊，对啊，细芳嘛，细芳细芳，迄伫咧字面上就感觉白色讲的敢若较对报的个，天还佫有尖，对嘛？嗯，所以确定是白下下，干嘛呢？真足厉害呢！真正补天就是足直接的，就甲彩虹有关系嘛。但是细细芳，芳毋捌咯，细芳就是亲像哦，一甲物件呢，挤入去，拢总叫着两地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太厉害啊！三个金箍箍拢互恁摕掉的，啊，毋过我的保总敢会阁去用摕去，险来甲。机会真大真大真大，三届的机会，我是无烦恼恁啊。哦，啊，恁先直接讨论看觅，讲恁想要选择一个动物，有特别介意的动物无？无呢。长尾山牛啊，有人介意石虎，石虎，哦，两个就好。就避暑的，你避山，暑那里伊拢是后安尼壁，拢比后壁，大家拢看无。我看无。哦，啊，秀记你嘛是就好，石虎，所以就好3票，啊，敢若你长尾山牛。长尾山牛。啊，无紧啊，你有3届机会嘛。安尼咱先凊彩选，先选石虎。所以真正要先选就好，对不对？虽然有3个金箍箍，嘛袂用伤凊彩哦，迄嘛是有无对的可能哦。好来哦，确定就好，请起来。哇！石虎，有遮准的代志，有够厉害啦！我这比我做新民搁较有效啊。多久？哎，今仔日轻松爽呢。对啊，到底你是有听到倒位来的声音嘛？无。无。还是因金箍箍嘛赢到足轻松的呢。对啊。啊，台语拢足好的呢。对。拿颁奖啊！哦，颁奖啊，对，颁奖，颁奖啊！我生气啊咧！啊，歹势歹势，我要摕你们出来啊！你摕着，哎，啊，搁叫我动去。对呢。无，我真正讲你啊。我嘛惊到咧。幸运啊，真正足幸运的。运气足好的，运气足好的。会像你安尼台语遮尔厉害，平常时拢是甲算你讲台语啊。阿嬷，有可是阿公阿嬷。哎，多谢伊敢甲咱台语。对啦，嘿啊，我感觉嘛是接讲，你看，等去庄卡啊，斗加减斗3工一个，啊，通啊学搁较侪物件，啊来耍游戏，通啊讲台语，搁通啊摕礼物，你有欢喜无？非常了不起！欢喜学台语。再会。恭喜！哦，这我看，你这水晶的是啊。